在过年期间要出门佚佗呢，定定有这充电，也是讲网络的需求。所发布是来提醒民众，若准要来使用公共场所的 WiFi， 也是讲这 USB 的插座，拢爱特别注意，避免各自流出去，才袂互骇客传病毒，也是偷摕资料。手机仔的 WiFi 点入去，有真侪公共免费的 WiFi 提供予民众使用。毋过，数位发展部就提醒讲，即马有真侪骇客会利用假的 WiFi 来诱拐民众点入去连线，有诶嘛会利用公共场所的 USB 充电插座，伫内面藏有毒的软体。数位发展部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避免个人的资料流出去。官方可能叫做 Airport Free WiFi， 它可能就换一个字，变成 Free Airport WiFi， 感觉都很像。基本上它是假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呢，你被他诱骗到去使用他这个假的连线，可能就会被他监控你相关的一个网络的一个行为。另外，民众伫厝内使用网络嘛爱细腻。数位发展部讲，有骇客会利用电子批含底性等等的方式，传钓鱼的资讯来骗民众的个人资料，甚至是钱。若要下载 APP， 嘛建议爱用官方的平台下载，避免用到假的钓鱼的简讯的传送。例如说，我今天政府要发放这个春节大红包喽，春节大红包，或者说是普发现金啊，这个很诱人，有没有？他就给你一个连结，叫你点进去。民众部分可能是要特别小心。假设你要安装像 LAN 或是 Teams 的一些电脑版本的话，那个相关的这个网址一定是要官方的网址才能够去下载相关的电脑版本的这个软体。数位发展部表示，过年期间民众若有要出国，去到治安风险较悬的国家，建议莫用当地的e SIM，手机仔拢爱扎伫身躯顶。数位发展部嘛建议民众，平常时手机仔就爱更新软体，甲定期重新开机，来保护家己的资料安全。记者陈心栋、王志光台北报道。